大家好，今日講下成日對住部電腦嘅，或者成日工作要低頭嘅，要點樣舒緩呢？我教大家3個動作。第一，雙手交叉，抱住個頭向前拉，然之後條頸向後，同佢做對抗，頭慢慢向上向下，再向上再向下，堅持1分鐘。第2個動作，我哋就拉下肩頸，一隻手擺腰後咧，便頂住佢，另外一隻手搭住一邊嘅耳仔，咁樣牽拉，堅持30秒。然後咧，另一邊咧都係輕拉，堅持30秒。第3個動作，雙手咧交叉成十字咧頂住佢，頂完之後咧，一隻手扶住下巴，另外一隻手穿到後邊向側邊拉30秒鐘，然之後另一邊動作向上，手放至後邊一邊拉，都係堅持30秒鐘。呢3個動作，每個動作1分鐘，可以舒緩下肩頸勞損，係有所幫助嘅。